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今家因为印度后生人向贵故乡去创业呗，追求自家嘅理想。喺花莲吉安人嘅彭友勇，都係其中一啲例嘅。而喺台北讀大學，畢業呗是喺中央院做研究，裏面又去做記者。去年呢，家庭回到故鄉，同亞叔伯老太彭定日向下創業。頭下嘅想法呢，係想愛為野外來拓健康嘅食材。而能發現幾多農民用友善耕種嘅方式種出嘅品質貴漲到嘅農產品，唔過呢唔知會賣到哪去。故所以能成立嘅華東菜市集，利用名路同農民攤賣。唔過唔單止係通路上，而係想辦法來解決農民生產方獨到嘅安多問題，聽清出清地當嘅加工方式，要用貴獎嘅設計包裝來提升農產品嘅價值。一年呢，一看到公司常常問題呢，又看得到農民嘅笑容，朋友用嘅貴故鄉創業之路，如韓國家庭呢。天將瀑布為光，從其下自己管嘅從嚟上，而從啲嘅方向，七早八早就去田後做些嘅耕種嘢，還睇得到兩次鐵站過嚟嘅上。就像係太師爺嘅高雄哦，也是節睇到遠遠行定落嘅腳步上，有啲生意嚟拜訪，還拿水翕相機，對的，當地田後做些嘅阿家妹、阿家去用平梯、希望梯，佢係彭友勇，1年前轉到家鄉花蓮，同家叔伯老太向下創業。條下馬常常愛顧到野外嘅空間，未有好安心室。下後發現華東地區有一道針對為農產品，實唔知愛賣到哪去。故作決定發揮家專長，來同華東嘅農民傾訴。杜後阿家妹也兩兄弟嘅理念，老記強用，故所家頭就悄悄話向下做。通常我平常就會到不同的那個合作的農家他們的田區去拜訪他們，一來是要了解他們在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節奏啊，二來也是巡視看看說，他們平常使用哪些資材或者是耕作的方式，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也是我會記錄他們的工作，也是讓消費者啊，或者說我們的關注他們的人可以知道說，在什麼樣的季節，他們都在種什麼樣的作物。那他們喝的單身的茶、當歸啊，或者說紫錐菊花是怎麼樣？農人他們的勞動是怎麼樣？阿家妹、阿家去都係20歲嘅後生調味。阿哥、阿家妹學嘅係成本。出業過後，決定愛轉家鄉來耕種，賣做成敗成業。現在對學育才都有興頭。杜後花蓮農業改良場有啲嘅推廣，故所其選種自追曲花，但性也掉作物。冇想到生下來無論愛賣愛吹銷，幾都遇到動態嘅挑戰。其實我原本回來務農就是希望簡簡單單，然後不用去碰太多化學藥劑。可是務農的過程當中，當然會有一些可能難免遇到天災啊，作物受損。可是至少是我看得到，我可以操作。可是去行銷的部分，有時候很難控制，說怎麼去行銷，或者說我今天預估要行銷多少，那我一定會行銷多少，那個是沒有辦法去預料的。那再來是那個不是我很熟的部分。發現嘅農民愛買東西有遇到問題，彭友勇就記錄下來，一類一類同家頭聽想辦法，就按樣。有一道農民就一心負責，就像亞答雷姆也未起。彭友勇老記聽佢嘅香水雷姆出現太多嘅問題，兩三年沒變作為好朋友。去年的時候剛好啦，就是我去上那個產銷履歷，然後遇到那個玉龍，然後遇到他的時候，他很認真拿一個筆記本在那邊寫，好像每個農有種什麼，他就問我說我有種什麼，我就說我有種檸檬，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就是對外開始賣，一開始賣的時候是我婆婆少數在那個市場賣而已，然後他就說他要來幫我賣，我就說好啊，你試看看。我想說我回來就跟我老公講，我老公說
刚有人要买，因为压不到字啊。然后他就说，他就来我们家来了2趟，带一些回去，然后就开始。彭悠悠就安尼公公喜的建造，见许多农民耕种的蔬菜，用原菜建造记者家下，马街就上会知，就上会了解的心来同农民交白，再讲认识大红农产品。从记者的角度，就是你会把一些重点挑出来，然后在讲故事的方式上会比较侧重，比如说描述他的人啊，或者说他的产品很有特色的时候，会把那个切那个角度就会切得比较准一点。对，那在行销上这都是很需要的。去年，彭悠悠第个妹第个小为创业家下，伊去缅甸采访1年。拜访的采提一道农村实习，韩国水土有机农业的组织，发现台湾同缅甸的农业其实有一道异常长的问题。看到不同的农民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可是就是看到结构是这样，可是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带着这些比较大的对问题的认识回到这里，又可以用比较在地的方法去一点一点去帮助他们解决，从小的地方开始改变这样。故说本单出产太多，上回送人要模拟我嘅香水联盟，经过彭悠悠嘅建议，东北做农产品加工嘅国泰子，老其配造做柠檬干同鹹酸貼，佢唔會大大松松，而是拿到足球，成功向1棟以下人買。我就想说，其实要以对消费者最方便的方式来做开发，会比较容易，所以就先从切片烘干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在想设计包装上，然后也跟高姐研究确定说，我们先从果干跟蜜饯这2个来下手，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去跟设计师讨论说，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设计上啊、贴纸啊、包装、营养标示，一个一个把它做好之后，我自己把它拍得很漂亮，然后也做那个卡片啊。玉龙真的很厉害。把我那个，他真的是把那个不可能达成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市场上，其实它的接受度是不高的，因为它真的是榨不到汁。把柠檬做成果干，然后热销，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它解决我们这些小农的问题，因为不然农改场只教我们怎么种，没有教我们怎么卖。我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唔係配造就好，像係動手寫的自追求法。配造過後係成色，唔講佢唔好賣。故做彭悠悠就同農民討論，老加工的方式改變，用自追求法本單的特色來提升產品的價值。这个紫錐鱼它很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跟那个整个很漂亮的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烘干上面把温度降低，时间缩短？那有2个好处，第一个是视觉上就比较吸引人，紫色还留着。然后第2个是，其实这样子它的有效成分破坏的也会比较少。晒了一批以后，我就觉得那个颜色很好，那我就说好，我们就用这一批来做透明罐装的那个包装。我就开始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的贴纸可以怎么样把它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本来我只是用夹链袋简单装啊，那消费者可能看了要介绍很久，他可能真的对这个作物真的有兴趣之后，他才会尝试看看。那有那个包装之后，他直接在外面就有说明一些故事的时候，那消费者看到，他会直接立刻对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这样去做行销上，我觉得比较快速。那对消费者来说，他也可以比较了解我们这个作物。想辦法了解農民愛物街，來同農民談錢東西愛賣到哪去。彭悠悠還打出為一打番薯用嘅嘢，提供本想愛做嘅農民針對為用嘅。亞世界假爸爸就會記一點鐘嘅技術指導員。因為人個世家下吼，我哋不靠到務農嘛，做到差不多30歲，加減吼攏加攏是吼，通常罕記得到的啦。所以基上來講，來收集安尼台灣吼就真好嘅番薯嘅品種吼來去栽培。
保种筛选，将来如果有农民有兴趣的耕种家下，那你会去协助佢优秀的种苗啊。对大学上到台北读书同做事，彭玉勇喺台北喺度有89年研究，下後喺親戚朋友嘅鼓勵同支持下，轉到花蓮。條下馬創業嘅辦公室就喺亞東加工留下來，為100年的日本式老貨嘅度。那我们一开始也是里面有设了几张办公桌，也拉那个 ADSL 啊，网络电话都设在后面这间。那就是，我们叔叔爸爸他们就是鼓励我们说，可以从这边开始啊，就是一个起家的地方，起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来到花莲垦荒辟地啊，日本人走的时候买下来立足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家族开基的地方，对我们来讲有特别的情感意义。那对上讲第一日台会让佢团结起来，大家同心协力，让你家族的这个力量更加的壮大。叫到从那俩伫遐老夫保存起来，对上一辈开发。移民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同时呢，底下发展出去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作为一年，虽然公司本还係將阿玉勇同家屬包老太行過飛機30年，不過已經天天呢做出成績嚟。辦公室內部呢較大件呢，還請嘅工讀生聽包裝、聽出貨。見到位愛出貨家下，就可能到幾40年無限之差。你幫我把那個打直，好不好？現在華東嘅交通較唔利便，本錢較粗，遇到每送唔出東西，彭玉勇嘅書包老太彭定業就研究出一套出貨嘅規則。我覺得就是一路辛酸啊，只能這4個字來形容而已啊。因為在花蓮有沒有？當然，因為環境很好，不受污染。可是缺點就是算比較封閉吧，東西要出去都比較麻煩一點啊，東西要進來也比較麻煩一點啊。疏花這一件事有沒有？就是颱風來就一定會有的困擾。台灣有2邊，台灣是個島，所以北邊走不到，他們會從南邊繞回去。可是就是我們必須要跟客戶溝通的是，會比較晚到，大概時差會大概是在6個小時左右。阿玉勇較好同人交配，第5輩做業務。阿弟爺較有耐心，做事較勞碌，故作負責管理訂單。2-3年上夫不唔足，供電來向下達標。應該是說越做有沒有心得越多，那心得越多代表就是興趣就越多。我們其實我跟玉龍每次有沒有？我們下班會比較慢走，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是在討論說，下一個產品我們做的怎麼比較好，然後其實我們就開始就是預設很多就是可能會碰到的問題，然後我們就是開始一直討論就是要怎麼解決，有時候討論就會忘記時間，然後就太晚回家，然後就會兩邊的爸爸媽媽就會罵說你們現在是怎樣，就是不用回家吃飯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說，既然我們是這裡的子弟嘛，就可以回來這邊貢獻一點點能力。後來這1年下來，發現，確實我們可以從裡面幫到一些農民，我們也可以從裡面賺到經驗跟一些基本生活的開銷，這樣還可以打拼。本單係現正關心不卡爾、關心環境同菜地嘅發展。彭玉勇對農業做意思。佢唔單止係負責賣嘢同路上，佢頭到尾常常細細看顧下嘅問題由哪位解決，同農民聽清楚方法來解決。老農產品發揮到其他嘅價值，將佢按樣轉去家鄉去投資，怕掌握起特質種下蔬菜，菜地一定是有，一定保衛。